Hello，大家好。好耐咧冇同大家咧嚟到貝沙灣參觀單位啦。今日嚟到貝沙灣咧參觀一個咧，我個人覺得咧比較近期比較筍嘅盤。呢個單位咧業主咧已經重新裝修過，連一個車位，而且咧外面咧可以望到一個好靚嘅海景。大門入嚟咧，即係呢個單位嘅玄關位，可以見到呢個玄關位，我覺得咧非常大氣嘅。側邊咧仲擺咗個小凳仔咧，俾你慢慢換行。而側邊咧業主咧已經做好咧一辣嘅收納空間，可以用嚟做鞋櫃啊或者儲物空間。我哋再嚟到客飯廳，成個客飯廳咧採用咗個長廳嘅設計，而且咧成個單位咧業主咧貫徹咗一個法式嘅低調奢華嘅風格。可以見到飯廳呢一邊咧做咗一個4人台嘅飯台啦，側邊仲有啲櫃嘅空間。可以見到咧業主咧佈置得比較精緻，所有嘅家具咧都唔會大件，咁呢度咧就可以增加個空間感。我哋再嚟到客廳呢一邊啦，客廳呢邊嘅空間感咧都係非常好，梳化同埋電視機嘅距離咧都係非常寬闊。每日咧坐喺呢個位置咧，望出去咧就可以望到咧一個半山半海嘅景觀。每晚咧仲可以欣賞到呢一個遠處嘅迪士尼嘅煙花景觀。再嚟到玄關位後面咧，就係廚房嘅位置。成個廚房咧，業主都重新裝修過，可以見到咧好多工作台面，而且裏面咧仲有工人套房。呢個單位咧實用面積咧係1118尺，一個3房1套嘅設計。我哋嚟到睡房區，咁呢成個單位咧，另外一個特點咧就係廳房同向，所有嘅窗戶咧都可以望到前面嘅海景。我哋嚟到第一個房啦，呢間房咧業主咧就攞咗嚟擺啲私人物品同埋做個書房嘅空間。再嚟到第二間房啦，呢間房咧就係咧業主一個衣帽間啊、梳妝台位置，可以見到咧側邊咧都做咗鏡面啦，除咗又可以照鏡之餘咧，仲可以增加個空間感。而且旁邊咧已經做咗一啲咧好深嘅入牆衣櫃，儲存空間都比較多。再嚟到主人房，成個單位嘅裝修咧都貫徹咗一個簡約嘅一個輕奢嘅風格。可以見到咧，主人房空間感咧都係非常不錯。咁中間咧做咗個 king size 嘅大床咧，側邊咧仲可以3邊當床，右手邊咧仲有啲空間咧可以做一啲預留咗一啲衣櫃嘅位。咁咧呢度咧有一個 L 型嘅轉角窗，屬於一個單邊位置，增加採光之餘咧，呢度咧望出去咧望嘅海景咧更加遼闊。如果有興趣睇樓或者攞多啲資料嘅朋友，歡迎聯絡片中嘅電話。如果睇完呢段片嘅朋友咧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關注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。